咁你咩途徑知道我哋有比賽咧？有個朋友阿 wing 啊，佢成日都嚟咗2次㗎啦。咁佢有一次話揾我嚟玩，咁我話我好啊，一齊玩。咁今日撞啱得閒，咁嚟啦。咁就嚟啊，參加比賽啦。係。咁之前平時有冇話即係參加下比賽啊，或者即係有唱歌呢？其實就喺上個月都有個歌唱比賽，都係用呢首歌嚟參賽。咁就可惜初賽入咗圍，但係即係去到複賽啦，但係就緊張，於是乎就嚟過啦。就嚟過啦，呢個都好嘅，都好多可以再嚟過嘅機會啊，係咪先？係啊，好平台嚟㗎呢度。今日帶咩歌嚟參賽？鄧惠欣嘅《夢裏夢外》，咁係1982年嘅作品嚟嘅。挑戰嚟㗎。係啊，係啊，都係 DJ 嚟嘅，都係你哋都同行嘅。好啊，鄧惠欣 ，OK。好啊，將個時間交俾你。好，多謝你。誰在嘆息？夢中顛沛流浪，誰在冷風中憶記當日遠方天，愛滿風霜。漫天風雨滿岸，人在記憶中，心底有苦與樂，笑與淚。夢中有幾多愁，朋友你可知道？塵世有幾多淚，誰在夢中，誰沒有煩惱，誰沒有惆悵，你不必問，你不必問。Thank you， 唔該晒，祝哥，係啦。Thank you。你第一次嚟我話一定有義務話俾你聽嘅，唔係叮叮就代表你唱得差㗎，因為係啊時間所限，又或者啲評判覺得都差唔多聽夠啦，即係唔似我咁樣嘛，我真係唱得差。我爭住叮添嘛，直情唱啊嘛，我第一句就想叮啦。呢有私人因素唔關事啊，呢個。